咩啊？唔好怕，即刻同你搞掂佢。峴港做一日有錢佬究竟要幾錢？答案可能嚇親你，50萬越南盾，即係150蚊人民幣咋。今日南哥就帶你體驗咩叫窮人嘅銀包，皇帝嘅享受。朝早咧，成份地道粵式法棍三文治，脆卜卜麵包夾住燒肉同埋芫茜，再加杯冰凍檸檬茶。呢頓早餐先至35000越南盾。食完行去街市，呢度嘅煙科先係峴港靈魂。生果檔阿姨會笑住教你認各種熱帶生果。中午一定要殺去海鮮檔，啱啱撈起3晚扎扎跳嘅蟹同大蝦，直接攞去旁邊小鋪加工。蒜蓉燒龍蝦配埋冰鎮西貢啤酒，呢頓海鮮大餐都係20萬越南盾。下晝揾間海邊咖啡店，攤喺懶人梳化，叫杯招牌椰子咖啡，望住個海發呆，呢份爽淨需55000越南盾。等到日落黃昏，再去美溪沙灘散步。呢個被福布斯選為世界6大最美之一嘅沙灘，完全免費。最後用剩低5萬盾去夜市整份生果鬧，完美收工。你睇喺峴港做有錢佬，使乜肉赤個銀包？最緊要識唔識好似本地人咁生活。想知多啲越南出名嘅地方，跟住越南南哥帶你解鎖最地道越南玩法。